续来看高雄中山大学的宿舍甲校舍，常常有台湾山猴走入去扰乱。最近有一个女学生伫校园内坐咧讲电话时阵，互两只山猴甲夹伫咧中，要甲抢卡网。这个女学生伫咧现场，佮甲两只山猴来谈判，双方一度是经历迄个所在。这女大学生嘛，甲这个过程拢甲录落来铺上网，伫咧网络顶引发着讨论。山猴的专家讲，若是拄到类似的状况，就要冷静，唔免惊狂，甲这个卡网甲揽入的行程快速离开，安尼就对啊。差点被猴子抢东西。这个女大学生坐伫校园内边啊，一只山猴想要抢伊皮包，伊大声喊，也不过这只山猴唔惊，搁硬要抢。啊！你不要攻击我嘛！等一下，旁边还有一只我要疯掉。伊和两只山猴夹攻，规气开始甲对方谈判。不行，你走开啊！不行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围殴我这时阵山猴秘书敢若听有无硬抢，这个女大学生赶紧就走，两只山猴留伫原来所在。右边这一只大猴子就想要开我的包，我就很理性的跟他说：“现在放下我的包包。”这个女学生读的是高雄中山大学，当时这个地点伫文学院的1楼，校区内有山猴，大家都已经惯势啊。毋若赶物件会分抢，最近开始会抢人的皮包啊，可能知讲内底物件会价钱。要是放旁边的话，他会拉链。他现在已经会就是白色的猴子会拉链。他们会撕封膜，他们有抢过我的饮料，然后直接把膜撕开，然后倒出来在地板喝。即摆这个女大学生拄着山猴要甲抢皮包啊，现场甲山猴谈判过程中，这个女大学生有用闪光灯加翕，专家讲这有可能会互山猴生气。对着这款情形，绝对要冷静。建议说拿闪光灯啊，或者拿手电筒一直照猕猴，因为你有可能会引起他的愤怒啊，所以还是建议就是把包包抱在胸前，然后离开，他其实就会放弃了。像咧牌啊抹掉咧，赶紧离开就会使。高雄的茶山地区随时会使看到山猴咧出入，专家提醒讲，若对着山猴抢物件，千万唔通硬甲伊抢，以免受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